像是他一个内心修为的一个透露哦，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能够笑置之，他都能够以笑来面对。还有就是说，他的笑容表示他是悲悯我们众生啊，一直沉迷在这个富贵名利、七情六欲里面他的笑看就是这些行为在弥勒祖师看起来他是可笑的，可是他的笑不是讥笑他的笑是一种悲悯世人之笑那像这个就是仙佛他给我们的一个品牌，给我们的一个形象。在人呢，像我们单位啊